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呼召。真感谢主，阮对昨暝就已经搬入来伫新的牧师馆。虽然还阁济的物件需要整理，但是已经进一步真大步愈来愈好势。也感谢大家的祈祷。受呼召的人应该都爱回应呼召，并且完全照着呼召的旨意来行。用这个观点来看，伫政治上的选举，候选人，或者是应该讲当选的人，应该都爱真做公仆，做选民所甲伊托付的代志。追求共同公众的利益，这上重要的要务。但是最近因为伫明年的大选的中间，有济政治世家拢去互人挖出家族对从政以后，因的家产就变做财产就变肥。甚至也有真济侵占伫国家的土地，住伫迄种互称作迄种大的庄园的好真大的厝体，有的不但无有建筑执照，也无需要缴税，甚至还阁用足价的租金来承租这个国家的土地，这一寡伫投票进前的，拢一直讲，人民是头家啦，选民是头家。但是选举了后呢，却变做讲我是这个土地的主人。这种的政客完全就失去迄个受选的目的，也因为因完全为着图利家己来从政，实在是无值得去受托付。这种的情景好像亲像伫基督徒受呼召的情形同款。基督徒受呼召必须爱顺探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受到上帝的呼召来的服侍，先知约拿就是一个反面的见证啦。虽然伊受到呼召，却是选择逃闪上帝，故意甲上帝的旨意来相违背来行。今仔日的旧约经文提到着先知耶利米受呼召的情形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安尼讲着，主题是耶利米受呼召。上主对我讲，我要袂互你伫舞台正行以前已经经历。你还未生出以前，就甲你分别做成，选入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因公主权的上主，你知，我还少年，佮袂晓讲话。毋过上主对我讲，你毋通讲你少年。我甲你派去倒位，你就去；叫你讲什么，你就讲。你毋免惊，
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保护你。我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就伸手摸我的喙，对我讲：现在我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里。我今仔日授权互你，互你伫列国万民做背出、甲拆毁、破坏、甲推翻、重建、甲再建的工作。耶利米先知受呼召的代志，咱会当分做几个阶段来看。对于还未出世之前，就互上帝指定啊！也上帝交代伊毋通掠做家己少年，就好亲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，毋通看轻家己年纪轻。上帝阁对耶利米先知讲：去传我所命令你一切的话。这是先知的职责。过来，上帝甲讲毋免惊，因为上帝甲你同在。上帝要保护耶利米，还是讲所有受呼召的人？上帝要赐恩福予伊。先知的职责是根除、拆毁、迫害、推翻，目的就是要来建立甲做栽培的工作。了后，咱看见耶利米先知也确实伫受呼召的职责顶悬，尽忠职守，成做上帝眼中真忠心的好仆人。伫今仔日的新约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的经文，提到着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特别是伫叙利亚北边这个安提阿的基督徒，因的生活得到上帝甲人民的呵乐，也是讲真甲因欣赏。因此，有迄个基督徒的称号就安尼来出现啦。圣经安尼讲，安提阿的教会，因为司提反的代志受逼迫四散的信徒，有的到腓尼基，有的到塞浦路斯，也有到安提阿，因无对别人，只有对犹太人传道。毋过，其中有一寡塞浦路斯甲古利奈的信徒到伫安提阿，嘛希腊人传对因讲起主耶稣的福音，主的开力甲因同在，信来归主的人也真济。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因就派巴拉巴去安提阿。伊一个教会看到上帝有赐因恩惠，就欢喜。看免因大家着专心一意信靠主。巴拉巴是好人，互圣神充满，阁有信心。迄时有真济人信主。后来巴拉巴去大蜀找扫罗，找到伊就带伊去到伫安提阿，足足有1年久。因两个甲教会人聚会，假是真济人，阮都称作基督徒，就是对安提阿开始。一个受到上帝呼召的人，就必须爱完全看无家己，只有遵趁上帝的旨意来行。若亲像保罗所讲的，但活地无搁再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活地。这是基督徒所应当坚持的谦卑服侍的态度。
会通全然来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服侍上帝，服侍上帝的教会，来应用上帝的性命。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，求上主恩待伊的子民。上主啊，你有施恩予你的地，以色列受领的人，你有解救因倒来。你有赦免你子民的罪恶，撤销因一切的罪过。第8节，我要听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，就是神的子民，应允许平安繁荣。就是因毋通倒转去到行愚妄的路，伊一定会拯救敬畏伊的人，互伊的阳光临在伫咱的境内。慈爱甲信实三拄，公义甲和平三揽。信实对地发出，公义对天降临。上帝赐好物，咱的土地大丰收。公义会行伫上主的头前，为着伊准备道路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明白受呼召的意义甲目的，互阮会通谦卑顺服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成做上帝尽中的福音的好工人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